近日加密貨幣市場就嚟一個絕地大反擊，比特幣重上翻7萬蚊嘅美元關口，市場嘅信心似乎都翻晒嚟喎。不過大家有冇留意到啊？一類被稱為數字資產財富即係 DAT 嘅公司，例如 Strategy 同 Bitmain， 佢哋嘅股價咧好似就唔係好跟足加密貨幣上升嘅反彈動力咁。究竟而家呢一類公司咧係一個大落後嘅上車好時機啊，抑或係一個仲未爆嘅計時炸彈呢？首先 DAT 嘅模式係啲乜嘢嚟㗎？簡單嚟到講，就係一間上市公司透過集資嚟到瘋狂買入比特幣或者以太幣等等嘅加密貨幣。牛市嘅時候咧，幣價升自然帶動股價升啦，股價升咧又可以再用更加高嘅價嚟到集資買更加多嘅加密貨幣，形成咗一個完美嘅正向循環。但係而家呢個循環咧就好似卡住咗咁啦，因為見到比特幣咧上個禮拜大跌啦，跌穿咗 MicroStrategy 嘅一個平均成本買入價，大概係76,000呢個美元水平。而最關鍵嘅就係咧，佢哋公司咧嗰個市值已經係低過佢哋公司手頭上持有比特幣嘅一個總值啦，即係佢嘅 MNAV 係細過咗1，意味住市場咧對公司咧可以話係冇乜信心啦，甚至乎係以一個打折扣嘅形式㗎。咁樣嘅話咧，佢哋就冇辦法再用以前嗰個高價嚟到發股嘅方式嚟到好輕鬆咁樣融資繼續去囤幣。咁呢一個囤幣嘅增長引擎咧就好似隨時會熄火咁。而目前市場最驚嘅就係咧 MSTR 發行嘅幾十億嘅美元可轉股債可能會因為咁樣而隨時違約。不過公司 CEO 咧就喺業績公佈之後咧大派定心丸啦，話除非比特幣跌到得翻8000蚊嘅美元水平，並且要維持幾年嘅時間先至會係還唔到錢㗎。佢亦都重申翻公司其實係有充足嘅現金流啦，同埋時間去等待牛市嘅重臨。而佢哋嘅策略就係死都唔會賣幣啊。咁啊帳面虧損咧只係一個數字遊戲嚟嘅啫。嗱，另外咧亦都好似 Bitmain 嘅 CEO Tom Lee 咁啊，都堅持翻同一個理念㗎，就係公司本身就冇壞帳，只要堅持唔賣幣嘅話咧，其實就係唔會真正咁樣蝕本嘅。不過咧，市場上亦都唔係間間 DAT 公司咧可以頂得住個壓力㗎。如果市值係持續低過嗰個資產淨值，即係 MNAV 咧係低過1或者係負數嘅話咧，咁喺股東嘅壓力之下，公司其實都有可能被逼賣幣嚟到回購翻自己嘅股份，咁樣咧就會動搖咗投資者嘅信心啦。去到最後啦，咁而家 DAT 嘅公司亦都值唔值得大家去買入或者留底咧？好睇你係邊一類人。嗱，如果你係追求高風險咧、高波動嘅一個槓桿型嘅投機者嘅話咧，其實 DAT 嘅股票咧可以放大加密貨幣帶嚟嘅升跌㗎。只要你可以承受到加密貨幣帶嚟嘅風險之外，仲有公司嘅債務啦同埋融資失效上嘅風險嘅話咧，你就可以追入啦。但係如果你純粹係一個加密貨幣嘅信仰者咧，咁你就要問下自己啦，點解要透過持有一間有債務、有折讓甚至操作好複雜嘅公司嚟到間接持有加密貨幣咧，而唔係直接買加密貨幣嘅現貨？如果你係咁諗嘅話咧，呢一類型嘅公司咧就唔適合你投資啦。總言之咧，比特幣目前咧大概上翻7萬蚊嘅美元水平啦，冇解決到咧 DAT 嗰個公司根本性嘅挑戰㗎。嗱，投資佢哋嘅股票嘅話咧，已經唔係單純投資一間公司啊，而係壓住緊一個更宏大嘅預言，就係比特幣或者以太幣等嘅加密貨幣，佢哋必須要持續咁樣去升值，或者係快速咁樣上升佢哋嘅價格，先至可以蓋過所有嘅債務同埋流動性風險。嗱，呢一個賭注咧就唔係人人都準備好㗎。如果你準備好嘅話，就可以去參與啦。如果大家都中意今集嘅影片分析咧，就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同埋按訂閱關注我嘅 channel 啦。下次再同大家分享更加多財經相關嘅熱話，下次見啦，拜拜。